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阿 Jill。好多人話咧，舊樓嘅好處就係間隔非常之實用。我哋今日嚟到荃灣去參觀一個樓齡差唔多40年嘅單位，業主咧係一對夫婦嚟嘅，佢哋啱啱購入咗新居，想重新裝修，加入佢哋中意嘅奶油風。我哋一齊睇下設計師點樣處理啦。今次參觀嘅單位有580尺，由3房改造2房間隔。裝修後走現代簡約風格，線條盡量保持簡單。因為單位較近海，設計師部分位置用咗微水泥，增加層次之餘，仲可以防潮隔。我哋入到屋啦，由於呢個單位咧原本係冇玄關嘅，為咗出入方便換鞋咧，設計師特登喺大門旁邊做咗呢組倒頂櫃，亦有空間可以收埋吸塵機同埋掃地機械人。設計師特別加設咗滲燈嘅展示位，俾業主放收藏。業主今次有一個特別嘅要求，就係要喺客廳呢邊有張多功能嘅吧台，吧台下面有空間可以放鞋同埋2個大篋。客廳梳化而家就靠住吧台擺，而對面嘅電視機背板就用咗微水泥漆面，電視機就可以掛牆擺放。另一邊嘅飯廳就放咗獅子櫃同埋4人餐台。衛生有玻璃位，可以放置一啲擺設。設計師喺餐台隔籬嘅牆身做咗直條裝飾，再用木飾板包起咗個轉角位，咁就可以襯翻客廳嘅電視櫃啦。走廊連接2間房同埋廁所，由於設計師都覺得3對門對正唔係咁靚，所以特登用咗木板做暗門。走廊天花原本有條橫梁，而家用咗半弧形裝飾，加埋燈帶，令到成個空間柔和咗好多。廁所全部重新做過，牆身同埋地板用咗微水泥鋪砌，好考師傅功夫㗎。沖涼位維持淋浴設計，而洗手台同埋鏡櫃都擴大咗，令到空間更加實用。主人房由2間房打通，超過100尺。設計師喺度做咗地台，可以放到張6尺嘅雙人床。設計師仲用咗窗台嘅位置做咗張長形嘅梳妝台，台面一直伸延到床頭，可以當床頭櫃咁用添。另一邊就係入牆衣櫃，可以放到唔少衣物，仲有塊隱藏鏡可以拉出嚟添。客房而家暫時都係多功能房，冇特別嘅家私，淨係放咗張書台。最後嚟到廚房啦，由於呢度有一定嘅樓齡，所以一定要重新執過。設計師首先將廚房門改成趟門，令到入邊夠位做成3邊工作台，用盡每一寸空間。櫥櫃下面放咗洗衣機，雪櫃就靠近門口擺放。廚房部分牆身都做咗微水泥，咁就可以防污同埋防潮。單位就睇完啦，係時候講下用咗幾錢。今次大裝修家私同埋設計費總共用咗80萬，家私佔咗40%。另外，業主用咗近6萬蚊加設咗智能家居，例如自動開燈、控制窗簾咁，令到生活方便一啲。唔知大家鍾唔鍾意今次嘅裝修呢？歡迎喺下面留言話俾我哋知。如果想繼續睇多啲靚盤嘅話，記住 like 我哋 Facebook page 同埋 subscribe 我哋 YouTube channel， 咁就唔會錯過最新嘅資訊啦。我哋下集再見，拜拜。